白宫周一宣布，由于东突厥散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美国将不派任何外交代表参加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和残奥会。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到场的话，那就是不顾中国在东突厥散有严重的侵犯人权和暴行。美国的外交代表仍出席体育活动，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土耳其外交部长恰乌什欧卢和卡塔尔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谢赫穆罕默德·阿卜杜拉赫曼·萨尼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会上，阿尔萨尼表示，土耳其卡塔尔高级战略委员会第7次会议预计将签署12项新协议。恰乌什欧卢也表示，他们在会谈期间审查了两国准备签署的文件和先前签署的文件的执行情况。《华尔街日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根据一份机密报告，中国正打算在非洲中部国家赤道内吉亚建立军事基地，这将是中国在大西洋岸的第一个永久性军事存在。此举代表中国将能在美国东海岸的对面部署军舰，而这对白宫及五角大厦来说是一个警讯。缅甸被罢免的领导人昂山素季在因一系列指控而受审的首起案件中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昂山素季被裁定犯有煽动人民叛乱和无视疫情限制规定的罪行。拒绝所有指控的昂山素季还以11项其他的指控受审。正在美国太空部队服役的大卫·汤普森将军警告说，中国正在不断增长军事太空潜力。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说，汤普森说，这就是创建太空军的原因之一。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了旨在将双边关系提升至同盟级别的宣言。据报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哈兹姆卓马尔特托嘎耶夫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沙夫卡特米尔基约夫6日在总统府举行了双边会谈。据报道，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旗下新社交媒体 Trump Media and Technology 与特别收购目的公司宣布，与一批投资者达成协议，以私募股权投资方式配股集资10亿美元。